4年前的苹果手机，换个电芯能不能再战3年？苹果手机除了贵，几乎没有其他缺点。相比同年份的安卓，早就丢在家里，准备换脸盆了。这台 iPhone 11的成色特别好，机主说这是他上大学兼职买的第一部手机，所以特别的爱惜，想找到我们更换一个大容量电芯。在网上搜了好久的资料，正好刷到我们世纪微风也上团购了，就在视频左下角，最低98元起就可以安排。下面就是我们给这台 iPhone 11移植高容电芯恢复超高续航的全过程。苹果用户点个关注，慢慢欣赏。